啥物爱我一世人，害我感情跋这重，痴情来对你了戆讲，如今才知一场空。早若会知，你会来变这款，嘛会为你心茫茫。啊，啥人袂怨叹，心爱的人，装甲水水嫁别人。苏阳门一路新娘。先个，万高山甲混沌赶往南阳城，特别听萧公人甲传如伯君甲庄稼人的大比比咯。玉皇金阳去甲伊徒弟志明龙，也陪着萧公人向南阳城直进咯。车红楼，新开幕车红楼。有姚小凤的高明生理手法，不是高平乱做。高明去甲中原军级也不离我。小凤，听说你的歌舞技艺绝伦，今日望能享受到耳目之福啊！客官入不去。多的好人去呢，喂，姑娘若对我好，小费变较多；啊，姑娘若对我歹，免想我有后摆。来了，哎呦，人家讲较济哦，鸟香哦，鸟声音有气啦。来你这个扫地所来哦，无人无龙啦。听讲这个所来好，老某囡仔讲偌水愈偌水哈，有菜偌香愈偌香。呀，我来这个所来这边散来啊，因我来我的无快半只。哎呦，恁大家啊，恁这查某囡仔无快人客亲密呀，好个啊，算谁无好个？啥物都无款人客生面，哎呦，你听唔对，我是讲这查某囡仔吼，实在有够含慢就对啦。人客坐遮久啊，还佫无甲恁服务哦，袂输亲密呢，安尼就对啦。好啦，我安尼哦，叫4、5个要来陪酒，安怎爱叫等的哦。你若惊赶的哦，你咪就甲你吓死你哦啊！你个人现在开钱哦，开钱上大哦。是咯，我叫出来，互你选就对啊啦吼。阿幺啊、阿 Q 啊、阿六啊、宝小啊、大片金啊、A 啊、金啊、就地啊、往车统统出来呀！唔爱安尼，卖通你啦。
叫遐阿萨布鲁的哦，迄无较大，迄我毋是笨兽声咧，俺要叫迄个较水的，安尼好啦，毋过呢哦，咱这东洋人骹较短吼，毋是像我西洋人讲骹长安尼遐尼水啦，你好袂啊？闽南语你听无晓？我是讲要一个美貌较水的哦。安尼听我听无？上介好，恁这花花迄蓝马湾迄个样出来上好啦。哎哟，若讲阮遮迄个蓝马湾，我咧小风啊哦，一日到暗是无用哦。即摆人客拢排队，你敢知？即摆贵宾室打搁一个好嘢人来哦。吼，迄个等下就来走通来去吼。我跟你讲哦，羊拉某啊，是安尼，敢若像咧食菜肚，安一碗一碗咧上来。莫安尼排规桌顶安尼，看人就骂你们哪物件？好啦好啦，阿春啊，哈，一个一个甲排队出来互选咯。知哦，阮来啊哦。人客我叫阿春啊，自我介绍。吼，阿是阿爸迄字阿，春是春天的春，今仔日就是阿爸的春天。因娘我为的这个尼加拉瓜，哎呦，你咧讲啥？尼加拉瓜你听无啊？有一个泥巴嫩的啦。哎呀，阮遮无外国的啦，阮遮哦拢总嘛是本地。嘿，你实在哦，江湖走拢无头呢。迄尼加拉瓜就是伤干啦。有一个较软的、较样的就对啦。吼，你若讲样的我就听有，讲软的莫讲样的，对。迄样的是囡仔呢，迄囡仔你是要样来创啥？好安尼，嘿，你家那瓜不要，要那个泥巴嫩，安尼好啦。哎呦，走，人出来哦，一个一个要排队哦。嘿，你真有办呢。来了！哦。消息拢来，啊，等好你，我徛咧边，你想到啥呢？用老仔人袂使甲头家徛到恁咧，老三嘛，无啥讲呢。是啊，你个地大地，你地小细地啊，若我开哦，你平拢蓝毛我来啦，我来提这眼硬落，好安尼啊，你若又无够闹火气，好啦，对。嘿，我来去甲偷听看啦，迄边啊，就是小凤也伫咧甲你音乐秀才，伫咧所在伫咧讲啥咧？咱目的是要来探听秘密的呢，你知毋知？呀，多名客嘛来呢？啥物客嘛无效，因为所在哦，因有客，像我这个上烂，啥物客拢无效如牛啦。嘿啦，我来甲偷听看啥物秘密。小凤若无来甲我陪酒，这间店拢要关门大吉啦！喂，你安尼讲这话，人会笑呢，会向喜人呢？安那讲会到，我就做会到。上介好，你也讲往会后，落会后的话呢？你若我当然叫这个时邀请安尼陪酒，安尼我安排下风。阿叔。你若无法度来叫我这个姚小凤出来，你唔硬，我都气嘴的分乌吹，安那讲气嘴分乌吹，闹会闹气，你莫我想，这边都是叫三脚鸟金龙背，原来就是三脚鸟，若三脚鸟，你要教鸟死嘛无法度咧。袂前就讲银龙背你咧运龙背就对了，毋是咧金龙背啦，背是咧背书的背，龙是咧龙上的龙，迄是读作龙，读作龙。好啦，凊彩啦，龙也好，龙也好啦。我安尼看起来你绝对无法度的啦，你是文家伟尔。什么文家伟我马上叫来，无背酒面拢冰倒。我教你啦，输人毋输阵啦，输阵就是水啊面，看对毋对？银行开落，钱开，当然开咯。喂，小凤啊，出来啊！唔出来信，若唔出来，我是要冰刀哦。当然无法度，你下面咧贵宾室，你即马你咪，遐一个人客，同迄人上来啦，迄就是换爱有力条真好赢，好赢无安怎？你去巴巴烂烂，散散间烂烂，
老某囡仔心说，看来我，安尼我安排下风。这步我专门呢，食三脚鸟做人真阿爸。好，来啊，预备。所以啊，你这后母阿某啊，也面两乌白灰，面两也无卫生。唔是啦，误会啊啦。误会啊。是哦，我对个查某囡咧，特别过来中间，唔知啥物人用一支卡纸xuất来，对着八卦说误会。啊，你嘛怎变成破病鸟呢？元首无报社背人，我甲看哦，迄个读册人唔是文身的，唔是文身的，迄武功真强，这支卡可能伊扫来。迄卡伊扫，安怎无看啥物卡呀？是啊，敢是人卡？人卡咯，当然是人卡。啊，无看啥物卡？无啥看无清楚，圆啊开落，输人唔输阵，输阵哦，孙亚明圆啊开落，免来开，啥牛人啊？遐拍死我，杀死我，对，要来去买插枪，你看未啊？啥杀死？多上厉害个啊，对，迄个啥来？甲拍到互伊歪骨兼死啥？对，迄段啥一样的功夫哦，唔通遐亲像你这个三脚鸟来咬地讲讲，顺来咬地讲痛话，安尼就是闹会，来无？朋友你讲我真有道理，朋友你是物大声？仙的啦，哪能叫我仙的？仙的，大项我咯种仙的就了啦。阮一个师兄人称叫做范江龙调调，你捌听过无？尿尿，尿一顿尿鸟死啊！一顿尿鸟，唔是咯，这调名调是咧调暗迄调。哎呦，真个啊，我紧去啦，圆眼海落，我来请我师兄来甲伊输赢。嘿。真佳先啊！你伫咧演新公报，是安怎？那新公报，我做失仙害死高济天。范江龙调调，以所命了解混战阴影秀才，历史所刻。阴影秀才逼不得已，现在得发出气功咯。姚小红已经不见了，后面鲁龙出现。后面鲁龙一棍打中阴影秀才命门，后面可以发出孙杨精气。哇！大汉呢发出五指闪功。五指闪功击中要害，怪老鼠特别弹出第四条的身角。可为老母命！杜明客，你是苏阳文吗？您这般小人，你这般小人行我不比10撇，我一命秀才，不容易死在你这般小猪之手下啦！哈哈哈哈哈！阴影秀才形影已经消失现场了。迄现在有够厉害呢，迄厉害我嫌拗坏呢。我明气啊，你有看无？迄中间有客选一个红面女郎出来，你也知影迄是查某的哈？安怎？迄走过我的香味，我就闻着粉味的。你本来来酒家啉酒，就是爱闻粉味的，唔是安尼啦。迄粉味实在有够香的就对啦。
什么代志是？迄粉面就是我这个小姐拢红发的粉面原料啦。人客官，啉酒是要娱乐的，何苦起拳动脚，害阮行到走投无路啦？姑娘受惊咯。人客官，为什么甲迄个秀才发生拗斗呢？哦，迄真个上怪神秘的啦，因娘我贵的。什么叫做神秘？阮听拢无啦。卖大咧亏仙的眼盘，迄头烂迄个方面女拢毋是你呀？你讲啥？阮拢总听无啦。人客官，我办一道酒菜，甲恁压惊啦，好毋？哦，我有急事在身，我先过时。吴明贤毋敢啉酒啦，所以你要啥样，伊拢无要赢就对啦。啊，我若啉伊会赢。你嘛是赶紧办你的代志啦，我无用啦吼，失陪。毋使啰嗦。姑娘的目的吼，是干那要请多明客尔咧，咱是神仙呢。哦，你毋通想讲，伊咧爱你哦。老三嘛，你看这个小凤生啥人？这个小凤啊，爱咱咯。看无？看无你咧？你现在有我含慢，干那我看有尔咯。乱开啊！你看迄是啥人？迄个小凤足生，足生迄个小凤咧。好样，我唔来小凤，生小凤，我是讲这个小凤啊，有可能啊，又是好海女新娘。是呢，嘿，莫怪你咧穿呢。人家拢嘛安尼讲。来咯，人客啊，内面的碗盘甲拍破30外地啦。拄安尼甲我忽略到，我安尼损失真多。无要紧啦，你看损失偌多，算算咧，当然人客甲你赔偿嘛。安尼甲算算咧吼，连恁的酒菜钱多36块9，36块来，摕去摕，40块拢免走啊。哎呦，多谢了。老三嘛，我看咱两个人啉呢。啉啥？重要关头，我咧啉酒。老师啊，赶紧对赶多明客后壁。哦，是说。软啦，我好咧，安那，咱我来啉。你讲有地钱，唔免惊啦，人我应该先出门吼，敢若你个面来闪哦，闪咧关慢慢的，拢总无问题。你咧甲看迄个咁真正的苦海女神娘遐，我讲探看卖咧。一男一女，若无我探我足清楚，安尼我毋是又瑞最新的荧幕丸。茵啊，茵你在哪里啊？茵，我回来咯。你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不见茵啊？汉毋惊困难，信心十足爬过难关。毋免对我百般刁难，因为我是男子汉。成功失败，你免去怨叹，名声着爱过赞。人命运袂当同款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茵啊，你在哪里啊？南阳城，环高仙阁湖北两道各路伶人，该集会在一等路。这个时阵，闪光人挺身而出，特别揭传秘密咯。环高仙阁湖北两道伶人集会场，特别听闪光人揭传秘密。各位肃静，各位久等咯，我是宇宙闪光人。过去是一个江湖的无奈，6年前受女仆君的引诱，走入歧途，每日都是活在倒角法的边缘咯。当时的我，好像在咧做梦。当时我在咧征集的时阵，有一个人甲我叫醒，迄个人就是众人该地的多明客。有人怀疑是苏彦文，我现在特别公开女仆君的秘密。
卢伯君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女人，空中飞旋迄个身枪就是伊的反影术啦。伊的反影术有3种，一种三化，伊本人就是生做银发粉红色娇珠绝色的美人，是一个邪恶美人啦。伊的原配丈夫是冷松子，然后移情别恋，爱上了魔魁庄稼人。甲庄稼人草味相投，狼狽为奸，陷害中原军舰不计其数。中原军舰有需要门领头，军策军力提灭了庄稼人。庄稼人死了后，被情海中的白衣人背入去了。庄稼人现在还搁伫生死之谜啊！卢伯君向天下人伫咧讲：情海总华良，万教多感伤。假以三秋后，显赫在南阳。可见，经过卢伯君的计划3年后，南阳城会出现庄稼人啊！万毒的妖妇卢伯君，伊诱骗我整整叫我骗6年，当作我是杀人的工具。伊口口声声爱我，伊讲，然后苏耀文若是治了后，等于甲我成亲。完全都是诱骗我的话啦，然后又搁移情洪武断肠人，伊害死洪武断肠人的骄傲殷殷，又害死伊的徒弟婉儿，然后化作殷殷的模样，占有了断肠人。各位，恁知影卢伯君住在什么所在吗？伊就是住在向东水楼台的密窟香炉宫啦。哟，你捌看过伊的真面目吗？我头拄讲过，伊非常水，非常毒的邪恶美人，咱应该要合力治掉这个害人的女魔头啦。对，若无早一日除掉这个女魔头，互伊甲庄稼人联手起来，又向万教的搁做样咯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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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啥人？庄稼人的笑声，对哦，庄稼人好像伫咱的身躯边尔，大家要提高警觉啊！将士事听着，此地不久会发生一场的大战，个个身手刚威吧？遵命。断肠人来到香炉宫的所在，找到殷殷所留一封的遗书。嫌疑，殷殷的遗书到底是啥安怎呢？卢伯君的杀害断肠人嘛？笑声，庄稼人的笑声，庄稼人的出现大开杀戒嘛，请看高调的下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苏彦文与吕新良。